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攏到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袂講食風，特別唔是去倒嚟食風啦。頭一擺攏去外國食風嘅感覺是安怎嘅？來介紹看，來特別嘉賓，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阿三lak沙康康嘅碗康啊，冇到邊個阿三lak沙咪走到啦。坐高去行啊！了個有阿涵啊，歡迎阿涵。Hello，大家好。了個南西歡迎。大家好。南西啊，你嚇八刀嘅時啊，咩啊？你先是食個 house 嘅 manager，冇你使用你冇得嗰啲接起你咁，哦，特別你實在啲電話啊，冇你實啲 computer。我把你laptop 是 Google Meet。你唔得使接你 system 到 Google Meet 啊，你 Google Meet 先嘛上很唔使。但係唔要緊，或者啷個 troubleshoot 看安怎，你可以頂到時你是會到啲，哦，我知 ，because 我做佢哋 Bluetooth reroute 嘅 issue 數 system 數。了個有保險店啊，歡迎保險店。大家好。了個有換的士個，換的士唔知困起未？特別困起，所以特別妙因為一個單數。了個有 Clubhouse 入邊嘅呢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就是差別分都唔使個調。差唔多就夠困，即係夠晏。差唔多。你差唔多沙食一下，你差唔多差唔多食一下。然後個杞子唔使個調，即係困起未？杞子，然後個阿龍而家困起啦，阿龍出去外口，跟住 bright 嘅大熱了嚇。冇出聲，但是困起啊咯。แล้วก็อังไฮลี好啲嘅，但係啲講鬼數，佢出色花。有啲。แล้วก็毛毛菇，歡迎毛毛菇。歡迎。แล้ว毛毛菇想乜事？個OK，所以這個禮拜咧，毛毛菇就告訴講，我要聽攏後一擺出國，乜嘛？頭一擺出國嘅感覺，甲要做功課，甲你經驗啥物嘢？當講看你頭一擺出馬來西亞嘅國家是達一位先。Clubhouse 人講去差別分類，記你頭一擺出國是出達一馬來西亞以外是去倒咯。鹽地，我去鹽地，其實合仔，合仔 OK， 想，最尾是合仔，我啦，發鹽店會是合仔，樣做個 research 啊，搞講做個 research 啊 ，Malaysia 啊，咁了有80%哦，出國頭首就是鹽地。哦，我是新加坡，我們是新加坡阿涵，我們是新加坡本，我是新加坡，我是新加坡。人一邊去入仔見嘛，แล้ว我是個大嘛，我古早我冇 passport， 我會使做 border pass， 會使去入仔。當然會使嚇。當然佢使 border pass， 會使做 border pass。哦，使個，你是大伊個 border， 我 border 嘅人就使做 border pass，免 passport 冇使啊。個大人，即係等我就是請個人安海里是頭一擺出國是得咯。我出國啊？應該是去台灣啊，我直坐去。哦，你頭一擺出，你還未去過鹽地，還未去過新加坡，你就去先出去台灣先啊？新加坡啊，有啦，新加坡先。哦，新加坡 ，OK。新加坡。阿龍個聽未？蘑菇咧，蘑菇，你出國得咯，頭一擺。鹽地。全部可能。做球喺度兩位茶。播啦，個唔播。你緊落報住國啦。人講出國啦。冇古早吼，細漢嘅時候，睇到幾個唔播吼，學我人變咧，I mean。變靚嘅啦 ，OK， 我唔係講變靚啦，係攞拍。其實想啦，我笑，我冇計較，別人計較。
冇。哇！到老大時我就出國了咋，很想了咋。哦，特別我正咧，正你要用 passport，頭一擺你用 passport 是係咪講 passport 啊，正。誒，人是啦，福建話人講 passport 嘅，有人講 passport 啦 passport 是福建話 passport。冇 passport 啊，頭一擺正有家己有擁有 passport 嘅時，就是去香港。哇！所以你頭一擺出國是去passport，是香港啊？你唔係去過新加坡，唔係去過上地，先去金邦，先去香港啊？未過，喺邊未過。你唔係去過印尼，唔係丹唔係去。我是哦，唔捌。哇！你特別咯，你特別，你幾歲啊時？做家己嘅 passport，因為我老爸正早個過身嘛，做了我就攤出來攤家己做家己 passport 啦 ，with that 實類記哦，佢有係把 privilege 嘛。哦，等到人做 passport 嘅時，你就是有爸母，你特別對爸母。哦，冇，媽唔未使，跟係老爸嚟。哦，你想到啲嚇？我未記哦，我係叫我媽，我頭出國時是我媽。我會記是媽，一條我買 passport。掉對小應該對買 passport。佢哋 attachment 是掉 ，attachment 是，所以我係冇想，我係老爸冇做嘢嘛，從 single parents 嘛，所以 single parents 是用得實嘅嘛，所以嗰陣時是我過咗18歲啊嘛。哦，佢10歲都自己做自己 passport。嘅使入 passport 嚟。哦，是咩？我未記啊，我未記。你別，若是講你無過11歲，你特別有你爸簽名啲少，那是要做 individual 啊，對，嚇，然後就做了，應該是放快過，我就有機會去啊。我啲想嗬。我頭一擺出國，我想講我是新加坡，特別同佢想，絕對應該唔是新加坡，應該是上地。因為我想起嗬，我到底新加坡嘅時，唔是我是頭一擺坐飛機，我去新加坡，我去上地，我人是對團去嘅，是我去嗰個，講只 mermaid 嘅巴肚，嗰個就是叫咩啊？個啥妹？Lion fish tail 嚟啊！上地松卡，冇咩啦，松卡啦。嚇，你我有看到我聲音就特別有呀，冇呀，冇呀，哎呦，冇呀，松卡啦。所以我是去嗰邊，所以應該是上地，因為我叫我頭知道我嘅 passport 是到底我媽嘅，一條到我媽嘅 passport 嘅，所以我唔是頭早出國唔是啊，特別我 recollection 冇講就係啊。OK， แล้ว你人一記你人出國時幾歲？阿涵，你去新加坡時幾歲？我去新加坡嘅時，我 apparently 我一兩歲呢。哦，你唔知 ，OK， 所以你未記啊啦。特別我會記嘅啦，是我6歲時我去 Europe。哦，你細漢時你會記特別？我會記淡薄咯 ，but apparently 我一半嘅時間我是困嘅。哦。你 jet lag 掉。我會記我去 Paris， 我去 Notre Dame， 因為迄時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馬路較出來嘛，我會記我問迄個 tour guide，Where's Esmeralda？ 講哥 Esmeralda 死啊300幾年啊。哇，哦，哇！博咸店呢？博咸店你頭一擺你是去上地啊？是講用我媽的 passport 咧，是去上地，我唔知幾歲哦，只係細漢我㗎，maybe 5-6歲，我唔知。我成個是去只一擺嘅，係仔去只一擺。4歲5歲啦，然後特別我用家己嘅 passport 頭一擺去嘅時，我15歲我去英倫嚇，我記。有個家己對嘅咋，家己對嘅。誒，你家己背嘅時，你是唔特別像 sticker 嚟啦，讓伊個 flight attendant check 就錯路嘅。佢哋話每路 experience 咁樣嚇。
sticker，都攞叫囡仔個㗎話，哦，係你 underage 嘛？我都未看你經驗啊，我唔捌有呢經驗過。แล้ว南西，我冇未到你頭一擺出國。頭一擺出是新加坡，嚇，然後是有影是規個 family 去伊個往對咧，拖去嘅，應該是15歲，安尼講嘅事咯。哦，對拖去伊個。我捌去過本啊，新加坡，我對拖，我捌對拖去新加坡，我是坐巴士我會記。แล้ว小妹嗬，早7-8年6-7年前啊，我去大堆，我頂位就是細漢嘅新加坡迄個 hotel 啫。嚇，頭一擺去嘅時啊，頭首度啊，因為我小妹目到這間嘅時候，一大接去是食咯就。嚇，成日捌來過咱。特別一個真正 well maintain 真正好玩。伊是啲卡起內面個，即係 hotel 唔是講數嘅喎，大，因為伊真正大，因為伊只舊啊嘛，特別只大間嘛。伊baked up啦，咁了啦，伊個北京嘅新嘅新加坡嘅 hotel 內邊，伊算是伊是舊，特別伊算是真正好咯。伊個 maintain 個真正好，所以我下晝我個大部隊去嘅。我搞驚講，仔，即係就是我10個人行圖嘅 hotel 嚟，個白鷺灣部隊嚟。哇，出味，都對起咧，古仔。我想要個一頓上到對，就是這間了，我第二飛機，我頂擺大嘅 hotel，因為我看到伊個 logo 嘛，你咪得知了。因為我冇10個啦歲啊嘛，我去是14、15歲啊。你是坐飛機去還是坐巴士？我坐巴士去嘅，伊是飛機。我記得我太平冇飛機場嘅嘛。แล้วลองสิบาตอนที่ใต้เป็นอีลองสิ對迄個旅行社去做嘅團了去新加坡啦 OK แล้ว你新加坡你去新加坡佚佗去看咩物件看西澳水bird park 對 bird park 真正好嘢喎我會記不捌我會記新加坡蘇格伯拍真係好意嘅，真正好意。個有白鹿 OK 呢？伊個有咧，伊是伊做伊啥物 safari night safari 嘛我會記。伊做 night safari 嘅，特別嗬白鹿最尾我講無好意嘅咋。因為嗬白鹿嘅禽獸㗎啦，未使做 show 啊嘛。有成個頂麥會使 train 嚟做 show 嘛，會使 train 嚟講我人會使跳舞啦，係咪 train 嘛？所以when you train 你是唔是卡到伊啊？因為你愛伊做掉，所以無了。但你去有影是看了咯。你敢若可能你真一細嘅迄種嘅禽獸囝哦，迄種細隻嘅狗啦，細隻係咪？嗰時細隻嘅鳥好像該會 train 伊人了。然後頂麥我人有看到迄個。係咪絲腰啊？咪咁樣我燒啊？係咪咁樣無了。我記我阿妹 zoo 嘅時候，唔是阿妹 zoo night safari 啊，嚇！我記我坐迄個車嘅時啊，伊個有迄個，伊一隻迄個烏白，特別行嚇，特別行，嗰邊我覺得佢大隻呢喎，真係大隻嘅。我唔知講伊呢大隻嘅喎，我特別看到小鷹，看到我冇想到講伊呢大隻，一行到啲乜邊啊，因為只隻一個 trolley 車，很細都拖掉嘛。對。哇！那是後頂阿龍看到就歡喜哦。喺神多沙咯，佢，呢是神多沙，伊個是多嚟嘛，伊無 connect 嘅嘛，你特別坐，我別記坐係咪去？坐 cable car 是唔是？一坐 cable car 飛去嘅，把你換車尾搞啦，你只會車尾搞啦。有橋啊，有橋啊。我記 Sentosa Island 後，我會記一個位，伊個 Sentosa Island 我袂記係咪伊是啥啊？伊是毋是有成個 aquarium 呢？看 aquarium， 伊有一個成個一個島，佢咧是用含殼做嘅，一尖特別隻久啊，毋知當邊個有。我會叫老人，咁樣看老人上我會呢，我會叫。南西應該知嘛？伊到聖淘沙，伊有一個位些 aquarium，還是道路特別，伊有一個啥斷管嘅島，呢成個一支一條，特別佢咧是用含殼起嘅。
OK，頂擺聖多沙哦，唔是白鹿可能聖多沙嘅，頂擺聖多沙咧，呢個咩伊辣？上加要辣誒 bro，要辣啊誒 係咪 museum 咩？有嚇，有真濟都 statue 可能見嘛，咁冇？嚇！แล้วอีก辣 museum ก็เข้าอีกกาเลย成日你炒一กา做 elephant 嘅 shape 啊，做後面會上 shape。我可能見白鹿啊，白鹿是係宣北嚟啊。當然唔是變做啊，宣北哦。要北角唔係條。Universal Studio 咩 ？Universal Studio 甲出淡薄，但係 Universal 家己一個，伊 still 有家己嘅，聖多沙 still 有嘅，因為 Universal Studio 是家己一個位，伊是家己邊嘅。邊度邊部啊？嗬，maybe 係你。當然，伊是伊宣北咯，伊迄種嘅係咪 Flying Fox 啊？係咪是唔是叫 Flying Fox 咯？迄種了啊 ？Toboggan 啊，搭卡車啊，迄種咯啊，係咪？有一種卡車咪，攞嚟練嘅種嘅。誒貴哦，你睇貴哦，3嚟嘅嘛，一個人以3嚟嘅嘛，正200塊啊。新加坡啊？新加坡啦，新加坡嘅鐳啊？迄個時是無3個啊，我伊個時是2半3丁了。我甲我囝兩個人以6嚟嘅嘛，本來學300-400塊咯，我嘅鐳。是啊。真正貴，把你免講啊，把你3倍啊，免講。咪係要去 Universal Studio 鐵頭自己。因為伊成樣啦，伊較暑假伊講迄邊較刺激。哦。我俾頭媽是講是我真係暑假 Universal Studio。就是去上地嚇啊！插邊款，你講到上地經驗啫。我去時我只大漢甲去，我唔知19、20，我未記咧，特別是19、20、21。嚇。係，過一細漢時，我厝無女嘛，都無能在條巷出國。食巷嗰邊嚇。搞19、20了。係，甲慢慢扣淡薄女嘅話，去做一個 border pass，我甲朋友出去。即是 after 係咪啊啦 ？after SPM 啊？唔，after SPM 對，after SPM 了，了是坐 van 過去嘅咯 ，SB 坐 van 過去咧，咪合仔。這邊佢去幾日去 shopping 食物件翻嚟咯。合仔啊！佢合仔是咪？定當是係你是幾年啊？是1990 something 90幾年。羅青。那是我19到99咯，99羅青。99年 ，OK。所以係冇講正辦嘅咯。I think 較早是去上地食巷時你探伊類主要。是啦，但就是比當今辦機啦，當今 ringgit 安尼價嘛。有早我其實 I think 我10巴嘅款啊。點解成日㗎10塊是100巴嚇？1塊100巴，1塊10巴，還是1塊100巴？差不多是1塊10巴。1塊10巴 ，OK。當今咩都係冇啊？當今咪。一塊 I think 8巴呢，8巴呢。哦，點解是較貴個？至少1塊話10幾巴。แล้ว我人常常去合仔買 shampoo 嘅，買迄個 Rejoice， 唔是 Rejoice。唔是，講做唔是10巴，是1巴。1塊變100巴 ，OK。冇啦，10塊變100巴。哦，10塊1巴。10塊變100巴對啦。10塊變1巴，咪1塊變10巴咯，上啊。上啊，當今100巴是8塊幾啊？哦。係咯。100巴8塊幾冇夠。因為你去換時，你 money changer 是100巴換嘛。哈。所以係你古早去嘅時候，你哋你學伊 ringgit 樣少嘅。對。當今無愛事啦。ringgit 無貴樣。冇 value 啊，冇 value。你去嘅時，你是。樣正歡喜啊，他咪嘅歡喜？定到學 ringgit 正歡喜。古早係無學伊 ringgit 樣本是骨歡喜嘅，當今樣咪啊。定到是你先去，你冇去教要去打咩？你直頭去去迄個啊，去合仔啊，教去打唔是較近啊？
應該我是做 van 嘛，我是做 van van 頭接合仔咯。แล้ว合仔是有停㗎要去擔了，貴嘅應該要。冇嘅計去擔。無講，唔是講停落去行啦，just 過得了咯。哦，頂到我記我一隻貴啊，冇得是伊度就寫住 market，你看好落去買物件買嚟上會嘅可能，你免去到接嘅去合仔啦，你就頭貴啊冇得，下邊就頭一個有人嘅，即有人嘅所在㗎啦，了是去買物件尖頭啊名稱報正手柄啦。十位正手柄，就 border 就貴啲啊！特別我就未得閒呢，特別就 dry， 我頂到我咁嘛，講我買起啊，其實就我買起啊，我就 dry，แล้ว一個拖呢，伊個咧拖卡，伊板咧打แล้ว就拍隻頭就 dry，แล้ว是伊拖呢拖毛嘅แล้ว是伊拖卡，伊成日你 pasta， 打把 pasta before 要做好似拖卡嘅事啊。นับ呢有阿妹落海頭卡นับ一坑咧是波是不立拍節作，我別大肯我買起啊！我今日講個桃款嘅一時嘅 shopping 嘅你話買，แล้ว去雞腿有雞腿冇得是咪？你อุ่น桃款就好食，好食咯，呢隻好食，隻胖嘅鹹胖。十塊，你拿買咩就拿嚟嘅拿好攞嘅司機10塊。叫你阿姐，叫我嘛阿姐。話如果你贏8件呢，應該冇你贏好。派8件啊，唔知啊。派8件啊。當今有賣咩？當今有賣過你嘅？有啊。當今唔知一行情咁咋？當今一件1塊啊。I mean 100 yen， 100 yen 不啦，100 baht。100 baht 一支啊嚇，一支100 baht 是幾塊啊？10塊啊？10塊未必攞支噶啦。冇啦，買咗100 baht，買咗10碼至10塊啦，10幾塊咯。100 baht 當見12塊幾應該是。會減講10幾啊。有冇講咩個？OK 蘑菇。你講你去頭一擺出國是去香港嘛？你知我暫未去嘛？嚟講，暫擺很少啦，那是。犀利。No。你幾歲啦？講你幾歲先？18歲嚇。18歲 ，OK。我其實應該是去5節嘅 trip 呢，我哋去對團嘅。我對團，所以你家己一人是都參得出來啦。對。參出來人對會記嘅，集網票，誒，做咩是你團家人講人特別夾網票去啊？唔是，我姨人講，香港嘅網較大隻。對，哇！你數半夜開人變了啦！我應該我同我媽會去揸金湖嘅網橋去，那結果去變斷過嘅了。對。哎呦，真好笑！我應該是會去嘅，啲揸金湖票嘅。了，你揸去啊？你用到去搞事？冇啦，冇得有機會，冇得冇誒，去揸飛揸到困車大車，去到啦，對巴士行了，啊對，騙人嘅啦，揸網票，我成日講你揸環照嘅嘢。揸多曬，我講下，你講下你感覺到成啊，淡薄自己淡薄散久 before 你出國嘅事。你講下你經驗先，即係手尾本嘅網票，就是講，你有時你聽咗一個故事，講你不出國啦，特別咩？特別嘅淡薄餅嘢，冇嘅接不到腰啊，啊什麼？餅本有，夾飛機冇人食物件。嚇！我問梅你去香港是坐飛機，特別是香港冇坐飛機，特別坐船咧。對啦，高10蚊去，坐飛機去。你叫坐咩？你叫坐係咪
MAS 啊，OK。MS。你迄一道是毋是頭一擺坐飛機，還是你擺坐飛機去北去？在吉吉隆坡啊？冇咯，一道唔知喺吉隆坡 domestic 坐過就幾難道了。OK，所以你擺坐飛機出過飛機啦。是 mid hall 咯，頭一擺算係 mid hall 咯。mid hall 係咩數咯？4點鐘。mid hall，I see，講到就得 ，OK。嚇，即係所以是頭一道咯，了即炸鹹餅不有你講嘅不有啦，了應該是超重嘅啦，我唔知係咩數，了炸 battery 啦，battery 做咩數？電筒嘛，冇，當時冇電筒嘛，佢炸diesel啦，diesel 聽好啊，做咩數俾佢 torchlight 啊？我唔明白，就是俾佢 torchlight 幾多？伊講學得嘅學得冇電，學得就 torchlight 嘛。一間學得冇電，即係有一個上一個教教，即是你依個講嘅。嚇！跟住，我是什對嘅？對，然後接落去。啊！講咩下嚟？你去到香港時，你會感覺係點呢？到香港時，香港嘅時啊，我頭一日就看講，按照伊皮膚甲人皮膚相似。你是 expect 咩？你是 expect 上個 TVB， 冇，你是搞 TVB 啊？看 TVB 先，嚇啦，對啦，看 TVB 按照冇明星嘅，明星走去得咯，先揸師兄走去得咯，按照冇地嘅。呢個真係兩個人破破燙燙嘅咧嚇，嚇破破燙燙嘅แล้ว本是 plastic bag 拖嚟拖去嘅，你看แล้ว講我多大聲嚇，你看你嗰啲邊講起啦。你成日攰夾落咧是明星嘅咧，香港。嚇，對，嚇香港古早吼，我哋細漢嘅時就是講哇，咁啦 P 嘅 celebrity 咁啦，對俾 TVB 出嚟嚇，你看你嚇。誒，你攞睇佢 TVB 嘅，你片場嚟看 happy 嘅。冇啦，冇，我未記咯，我今日都想攰子就拜時年啦。拜啊，講攰子就能辦講嘅。嚇！你我諗佢冇上嘅啱啊，咪冇上嘅表咧嚇，香港。冇上嘅表咯嚇，表咯黃大仙我係記咯，有記咯。แล้ว唔知啦，個絲絲爽爽個廟街嘅啦，廟街你獨白講啦。女人街。係你可能女人街。未記啊，冇咩會記啊咯。有去巴沙馬林就對啦。古早諗乜有叫啫？巴沙馬林冇，諗冇叫巴沙馬林。攞去食咧大排檔咯。大排檔啊，冇參食大排檔，因為嗰啲係少人食。你去到係咪嘅？你第一代成日感覺到冇上個你 expect 唔嘅，除咗冇明星，嗰個係咪唔嘅冇上？你其實是貴小仔領嘅時陣。抓死就對啦，抓死就對。Summertime 時，summertime 時嚇，佢邊冇啦，別記啦咯，至少是冇全部看冇到 celebrity 啦。แล้ววันทันมีอันเจ้าโบตาย啦วันทันมี就停咗啦冇乜對啦，因為平時係啦，冇係啦，伊咪㗎啦，咪冇想食物件咯，係了，按照魚蛋貴簽嘅咯，嚇，你看嘅咯，嚇，冇啦，就是安尼看嘅，然後貴子在那辦公對啦，我係其實就是，所以你記住㗎啦，是辦公。唔過嗬，我其實嚟係見，然後佢哋拖個坐翻去嘅，咧依家我講有三個大明星大一個，係咪大明星就是即係劉德華、葉子楣，
然後再講咪大三個大喺度對啦，我會記有大喺度字就對啦。一去佢邊咧，有陣時celebrity 大，佢哋必須嘅，佢哋芒果佬嘅。一去佢哋海見嘅時呢，有一個財神爺，一個財神爺，財神爺呢是。因這是還沒提出嘅，唔知係咩只是食多多食未記啊。然後成個時都愛幫伊頭嘅，成個時幫伊頭是幫伊把刀未記啊。嚇，幫咧愛發達啦，其實都少咩啊？我就愛記。其實你在線嘢唔是夾掉佢哋一粒嘅鐳嘢，佢幫你鐳嘅咩？一手唔是夾到一粒嘅鐳。我未記啊，我未記啊，就係講伊財神爺是向海，然後幫咧嗬，加拉人汽車啦，下咧就少咩啊？我記啊，如果你加拉人翕小影嗬，翕小影嘅時候，為咗翕小影啊，邊啲喺度搬位啊？你睇用什麼？啦，無啦啦。按照講，我人係面㗎啦，人啲半位都冇叫到 print 出嚟就係啲係個人小白啲飛，我係記者啊，輸了啊，你看呢？啊，別記啊，你看呢？我記佢隻行是伊後來一啲半咧，印落啲咧，小英印落啲咧半，為咗對佢買一半，我記。對，嚇。好似係100蚊一隻啊，好似係有別記啊，成個市條梯啊。蜘蛛人這邊啊，唔是頭一擺啦，唔是頭一擺去啦，裝這邊擺去過印尼隻行。巴黎哦。啊，巴黎。我去啊，巴黎哦，巴黎。麥丹呢？麥丹擺去哦。麥丹冇。麥丹唔得。我係mother教係爸教因咧時，人喊你每人去麥丹。啊，當時感覺到未必較老嘅人，跳力多吧就出名。嚇，第時見咧佢是。力多巴唔係去過，力多巴是我麥丹啊，你是背去麥丹咧去力多巴嘅時候。寫時咯，伊兩時是背去麥丹咧去力多巴，我唔知門啊，我未曉伊啲點，我唔捌去過咋，印尼。我唔捌去過。誒，我捌去哦，我唔捌去過印尼。我打算捌做過印尼本，係咯。我唔捌。巴黎。巴黎爽啊，巴黎。巴黎爽啊！巴黎講下咋？你去頭一擺去巴黎嘅時啊，去嗰時是你幾歲啊？去嗰時經驗乜咋？哦，我頭首去是 company trip 啊咯。嚇。13歲可能。你去 company trip 是讓 company 去接行，還是去做工？接行嘅。哦。company trip 咯，嚇！然後我個一到21接字去 company trip 就去 Phuket 咯。哦。去 Phuket 咯。你頭一擺去巴黎時是經驗係安怎？你 experience 去你國家頭一擺入去國嘅時 ，I mean 你去麥丹 ，I mean 去印尼巴黎時。就是咧，老實講，你成個變成個人啊！本是馬來人嘛，嚇。然後做咩伊人嘅人家講話嘅就是唔同嘅咯。嚇，講話。然後嗰有伊人穿衫樣只按日本真正唔同咯。然後呢邊就是拜神嘛。嚇對。因為巴黎是印度嘛。樣是印度嘅，樣是樣有穆斯林，特別冇靜。較靜是穆斯林。但你靜唔靜啊嘛？然後伊人食好咧，杜白嘅了嘅咯。就是規世界有杜白，無講哈拉嚟當講哈拉面嘅啦，伊無伊就是隔了店就是有杜白食無講半家就清楚面，就是啦，原來有安尼款嘅馬來人。特別食杜拜，嚇你感覺啦。你看佢就 shocking，其實到啲馬來西亞是，人家了是即較濟90幾%是你是馬來人，你就是會教就是袂使食飯。我對我嚟講是馬來人就是會教啦嘛。出街去我原來世界有樣樣嘅位。人看起來是馬來人，特別個無，個食杜拜，唔是會教嘅。食杜拜，然後人真正有禮貌咯。哦，樣真啊，到到2歲迄個時間啦，巴魯就較輸啦冇啦，因為巴魯樣有
因為有潮啊人參入來了嘛。哦。所以潮啊人甲無相啦，甲伊人特別正正巴黎大漢的人啦，是真正好誒。伊人真正down to earth 啦，就講人真正無只凊彩。只凊彩不要騙人了，有影是甘榜人來。哦，成個甘榜嘅事咪可能成個你樣只。成個當嘅人去，成個人去較細所在是樣，就係人對你較好，然後被騙你，被成講獨你對什麼本可能。伊本袂講特夾白啦，咪看你無咯。伊有影是真有禮貌咯。類似咁啦，白你特較熱啦，白你較因為我一路來本有去嘅嘛，我去迄搭了直直有去嘛，我去對來吼，過後就是有bomb咗咋。哦。就是迄年咯，條bomb咯，就炸咯，我對來唔知無幾個月呢。了Phuket咧是我第二道去嘅時候，對來就是tsunami啊，嗰時一個月安尼款嘅。哇！我只擔心是講Phuket 迄間啊，伊間 driver 伊帶我人去伊迄間嘅tour guide可能，伊就是大日吼，佇迄個海邊來擺嚟嗰種。哦，我就是擔心講tsunami伊有佇迄邊甲有。我唔知會哪個當然。當然我冇冇。哦。我到轉去，我有去，我逐年2-3年，逐年都有去啦。我早2019我才去咧，所以 COVID 我有睇去咧。2019我冇去嘅。這是Phuket啦。Phuket 吹布爾啊。差別分，但係你講你去Bangkok，無你去巴黎時，你頭一擺去巴黎時啦，有安怎嘅 impression？ 我頭去巴黎本時上流世界開始 company trip 嚟。你小嘅人 company trip？少年就是靠 company trip 去伊嘛嗬。哦。揾嚟自類。就是咯，就是咯。แล้ว本時係咯，差不多成南西講係咯，因為負責落來嘅對印尼這個國家都是想到因本是 Muslim majority 嘅嘛，一去到原來巴黎嗰邊隔了印度，แล้ว有影是話隔了食杜巴嘅了，嗰時巴黎第一出名食嘅嗰時伊嘅巴比古靈。哦，巴比古靈係咩啊？แล้ว小都吧，小都。巴比古靈就是。小都，食個叻裝嘅小都嚟，所以乜屋啦？差不多成叻裝嚟肯掉，所以伊邊是貴隻都啊，特別是去邦加啦。哦，Guling rotisserie，哦，對，伊成安尼布。邦加嗰啲咧。伊教我人無相似，我人小白配個詞啦，嗬。對，伊個配甲定。對，伊無去賭嘅時候，伊做係愛賭嘅時候。I see，OK，所以是。一個出名食嘅巴黎，就是啲Ubud嘅 Naughty Nourish 咯 ，Naughty Nourish 同見。Ubud 是唔是講要在？對，邊個有隻 Naughty Nourish？唔知個點？我正價配，我正價有2-3間啦，特別冚㗎了啦 ，during COVID 嘅時。Ubud 是唔是在赤入面，在B 哈？Ubud 是 Paddyfield 嘅，一邊有隻 villa 嗬，都是啲 Paddyfield 入邊嘅。要爽哦！我冇看過 video 呢，我冇看過 video。呢個落個去江，呢個條江呢，過到啲 Ubud 入邊。我看喺上面咩 Four Seasons 就是大陸唔知伊只。Four Seasons 是啲啲什麼嘢迄邊㗎？冇錯。Ubud 本是 Ubud 裏面 Four Seasons 啲什麼嘢迄邊㗎？是唔是因為什麼嘢？唔是什麼嘢，就是啲電巴山嗰邊。OK，當今我要開個 expand 較大，佢頭一擺出國是，你去。除了咱去新加坡，但係咱講新加坡印尼加上地，咱個去別個位去外國時，你 first impression 成個嘅經驗是完全無相嘅，是係咪講？然後講話睇你經驗是完全無相。那頭一道看到落雪啊，還是出去看無相阿摩作嘅啊，什麼？落雪是瑞士人咯。
我豆豆去咯。嚇，你經驗上再講啊？經驗是新鮮嘅時去到，哇綠色哦！一第二節綠色哦，第三節綠色，第四節綠色，綠色。免出去啊，綠色。咪出去啊，因為綠色是保護哦，頭是小啦，你成個出去佚佗。綠色啊，衝出去咯。去做紅豆生哦，你。哈哈。去撥來做紅豆生。冇錯。誒，我嚟這邊住呢個我唔捌食過 snow 過。我唔捌成日講落食這細時要去食 snow，我唔捌話你講笑過喎。你見你做？哦 ，try 下見你，我驚垃圾，驚流屎。冇掉 the first snow 冇人搭過，冇。那是落食這來講，我個敢食。對，落這了冇，一 fresh snow 我該使食。你可以落啊個 half an hour 咧時，你係一個碗。แล้วเลยซึ่งกันแล้วลงไปหาใน個情緒。OK。對，你幫玩到個口去。因為會跳落去時，喺你食時啊，喺你卡插落去，會安尼講咯。係咪嘅？你去行落時，插落去嘅。你看落滾啊！下款你肯插落去嘅。嚇，伊咪是定嘅，伊是款，喺呢度情緒嘅嘛。你袂使嘢你流搭過，流搞笨照嘅。acid rain 我驚。But first half an hour 伊人講是會垃圾 ，but 你過啊 half an hour 都是清氣啊喂。對，你假時甩出去咯。你牛奶啊，對，係牛奶 condensed milk，唔是 condensed milk，係你evaporated milk 嚇。你係試到紅豆。咁你個 syrup 你個 syrup evaporated milk。沙士糖。係你罐頭嘅加工。罐頭係搭子，我個搭子嘅話留頂成都嘅。我啲住咗嗰陣時候，有一個老雜婆，伊穿啊真正水嘅咯，伊我個穿鏈啦，個真正水嘅咧，伊甲我講話。我唔知伊講係咩嘛，伊唔是講阿毛啦，講咗食久哦，我看到伊，想講伊甲我講係咩，嗰是梅羅，係咩嘅？因為做尾夾知啦，伊是甲我討論。哦。嚇！伊是甲我討論，伊成日是唔知我有唔知係咪講我知是講，伊是甲我討論，因為伊講伊愛啉咖啡，伊無淚啉咖啡，叫我互淚伊。俾一盒咖啡來啉，當時有邊啊人甲我講，你拖街甲我講嘅時陣陣，你唔是甲你講阿毛話啦？伊唔是講阿毛話，因為你講因為有家己話嘛，隨身有家己話。隨身是講咩啊？你是Dutch，唔是 Dutch。Usually 看到啲國際餅咯，Switzerland 是 Italian，French，and then 個一個我未記啊。German 又講 German。我冇想嘅家己話本來裝嘅。Austrian。Italian、French and Austrian 嚟嘅。前嗰陣都水講，哇！前嗰陣水，有時候常常去有啦，早前朋友講，人去 London 嘅是咩嘅啦？人嘅大部分就少年前啊，前個水本是咁多討論嘅嘛。哦，我唔。像 Paris 本就濟嘅嘛，意大利 Paris 本就濟。意大利咧，我真正驚是。我真擔心就是迄個 pickpocket 咯。哦，對咯 ，pickpocket。嚇！我呢邊個真正無安全，所以我唔買，我再去我真驚。你捌釣過？我無釣過，特別一直有人愛換路嘅咯。伊迄邊個人，伊唔是意大利來嘅，就是伊較就是洋邊啊國家嘅人啦，像葡萄牙啦，是唔是？葡萄牙迄種嘅人啊，西班牙啊。你是所，即是你去意大利時啦，會經驗。你頭一擺去意大利時，係咪感覺係無像嘅？你講話覺得無像喎，伊講話時候你感覺就成啊，成瑞士人咪成日都去出國是未曉講嘅話。是咯，不要講你想去啲做咩啊？你就俾喙，即來媒人咧，想第二道我去哦，我就家己去啊嘛，話有拖啊嘛。你就俾喙學生咯，有陣時你有影愛媒嘅。喙啊咩？學生就咩讀冊啊？學生咯，伊人可能有講阿毛話咯。哦。學生咯，意大利是食是 OK 啦，特別你袂使家己討嫌少少討物件嘅嚇。伊會咩咯？就你講食披薩哦，
嚇，你解討論我行就伊講，我係又冇隻咩？做咩咧？就話就知，我能冇嘅。嚇，你別使解驚唔驚啊？別使有啲邊下面嘅，講邊啊？意大利別使啊。哦。啊，有影伊人。我就 proud 我樣嘅嘢。proud 我好似。包鹹店。落地問解土骨油啊，意大利有伊拍到嘅。有，因學路嘅是鵝錯呢啊，咁冇。鵝錯加 olive oil，加奶油。你看呢？好啦。你別使解土 butter 是法國嘅。包鹹店妹妹，你講你細漢嘅時，你頭一擺接飛機時去英國時講啊。嚇，你是唔是頭一擺我坐飛機？我坐飛機我有去加勒林波。我去吉隆坡啦，特別出國我真快呢！哇，你啱學晒路嘅時啦，只看嗱，伊啱啦。我是 Campbell mushroom soup 路仔哦。Campbell 佢關頭呢？我是有攤隻，我是煮好路。係啦，我是有攤隻。Toast 冇白嚟個。喲，夠鹹。你講鹹啦。我講我驚我表見啦，我俾自己係混照係你 hot sauce， 你 OK， 你去英國嘅事，係去英國時坐飛機是點樣？坐飛機 OK，because 我教我係 cousin 去嘛，我係 cousin 對英國。哦，你對，所以我對，特別我對嚟馬來西亞時是我家己做。有時頭一擺去嘅時嚇，同埋路人講嘅物件，佢咧有掉，有落雪，頭一擺看到雪，我是到係你 first trip。哦，你飛接得咯啊？你飛 Heathrow 啊？我飛去 Heathrow 嚇。OK。即係關達我係去哦，即係關達，佢甚至話太好了呀！頭一擺即係關達。關達是講學 ice cream 嘅，伊 dessert。哦。伊學 lemon bar ice cream，哇，太好食啦！你未見過啊，上擺？是哦，哇，梗 ice cream 是成個特啲 stick 嘅啦。嚇，特別是 milk，都係 lemon flavour，特別是 milk 嘅 ice cream。creamy 啦，特別。嚇，哇，梗好食啊！你好食咯，我梗我拖過一支，伊個好啊，應該看我見啊。你 OK， 你去個英國頭一擺時，你感覺安怎？看到人無相嘅喎，看起來是個人個了。嚇，英國佢暫時我去嘅時啊，真奇怪，因為你 expect 個阿摩所在真係 modern 嘅嘛，佢暫時是自空。我清你。所以特別會啊，英國啊 still 陰啊，真係 creepy 嘅款嚟就，because 我去嘅時我去一個月。你想我成個隻 city 嘅呢？嗰啲叫 city 嘅。係貴都係咯，都係冇嘅，伊有會啊。有路呢？你行落啊，伊是用係你金色嘅火嘢就伊行落去，所以只陰，你有往時冇看到人咧，所以伊嘅款我 still 食啊，真係當金是冇啦，當金你嚇只係前二嘅，都當金是冇啊，你當金落地咁咪貴嘅咧啦，伊貴啊當金。佢嗰時個 still 陰個，even though 伊有係咧成個 millennium 嘅物件，係咧 London Eye 啦，係咧 Millennium Bridge 啊，是 Saint Paul's 係咧正 modern 嘅嘛。但係喺 London 都貴古呢，一個點古，成個 1960s 呢都係正古。特別我感覺是好佚佗啊！我真係熟㗎，伊講係咧國家嘅物件，我。去真濟係你 walking tour 啊，係你行落。係歷史㗎啦，伊係啲歷史。然後我去講係你成個 Jack the Ripper 嘅 tour 啦，行落啊，係坐落去㗎。然後你 Jack the Ripper 冇殺人嘅會，如果係你就摸到當一邊掉殺子。然後女仔啊，個陰嘅。嚇，個 creepy 咧。你去時是零天啦，你講落雪。零天。你幾個？你去時？暗啊嘛。12個月，舊家12個月妹。哦，你12個月嘅呢個期，哦，你有 still 成個係 Christmas decoration 係咪叫得個喎？有啦，我哋 downtown 嘅 area 講係 retail 嘅 area 啦，成 Piccadilly Circus、Trafalgar Square 咪是有安尼物件咯。特別有只係 just outside of that 呢，都貴陰嘅嘛，依款。然後我有去一個 walking tour 吧。你去大是大嘅你 cousin？
到嗰陣，厝內邊咪是寫個暗嘅，應該可以嘅啦，是嚟個 orange 色嘅。對，我同你講，對，我頭一擺出國嘅時，我對 actually 我是來美國嘅時，你我出國我是去有日本喎，其實講我到啲美國嘅時，我來嘅時，我第一筆關係嘅嚇，都是伊 fluorescent，唔是 fluorescent，人馬來西亞嗰時用 fluorescent 嘅開嘅嘛。fluorescent 咧是嗰啲是一定做嗰啲是白色嘅咋。啊，嚟正嗬，一定做位是啊，看成個垃圾，想冇咪夠貴呢你啊。暗啊，就係成愛困嘅，就係梗暗嘅。當見關係啊，當見關係你warm嘅嚟啊，好，你看到你 fluorescent 你個漆白啊，當然。因為佢話對馬來西亞嘅時間了是白灰嘅嘛，白灰一個啊，了真正貴成個 daylight 就早起嘅日頭呢，可能咪要灰嘅色。特別這邊我當然關係啦，當然白色去我變咗冇關係去。特別等到我來教時我拉沙，我就是講，安怎冇夠貴我每位個，安怎房間冇夠貴。即暗咧，你可以 colour 個只咁。因為都只貴滿好啊，因咧看晒垃圾色嘅呢。是哦。對我冇你感覺。冇關係。隻咧。即係我係關係啦，我咩後面嘅上無上嘅 experience 啊，都食物件無早起唔是可以食福建麵啊嘛，當然要去到啲英國嚇。我到我嗰陣嚟厝啊，我都在做麵，都在伊學古英國嘅伊 stove 啊，伊面頂有一個像個 broiler 嘅咋。So 你會使 prepare，let's say 啊，我做 scrambled egg 啊，都係幾係會。嗰時我係落地落地到係你broiler 會係去倒曬。有陣時我係係你 scrambled egg 咯，我係smoked salmon。哦哇哦 ！smoked salmon 嚇，一大家就叫我是食安尼咧，加黏下咪 cranberry juice 就咩啊？係你都感覺到哇！我真食啊！真正 Western 咧，係咪？你有感覺到？你講，你對我嚟講，佢即係真正冇上嘅咯。Breakfast 啊，我嚟舊時嗬，俾你 fresh milk 啊，係你講我是隻 concept 隻酸嘅 concept。點解我哋馬來西亞食牛奶是泡牛奶粉，泡咗水隻，我隻 milk 佢就是 dry，唔是冷嘅都知哦。對，是新嘅物件咯。我冇講嚟真正暑假是真正冇暑假嚟，伊是 just 普通話我感覺。特別 actually 我想啊，學過時啊，大早起食 small salmon 都看啊，當佢大漢咧時，哇 small salmon 幾貴啊！未等下啲食啊，都講。未冚。誒，如果到 Canada smoked salmon，是啊，誒冇辦法啊 ，OK， 冇辦法。Costco 啊，台灣去買 Costco 去買。แล้วรู้จักแล้วรู้ขี่下邊ขี่落古รู้到英國。一個月。你有成個小隻馬來西亞物件？暫時啊，冇啊，我幫成新嘅物件，要去 explore 新嘅。Just try 去新嘅物件，我係叫我去食Burger King嘅，佢咱學古嘅時，暫時冇Burger King嘅。了伊人有嘛？了我有去食McDonald 啦，安尼物件，就係咧teenager食嘅，唔是嘅嘢。你去到英國時候，你做第一英國嘅物件係咩？感覺到就哇，這隻英國 classic。我真係暑假坐係你 underground。哦，subway。家己行路啊，行路咯，邊嚟咱都冇行路嘅嘛。所以去坐 bus 啦，坐是坐 underground，because 較遠嘛，我看 map 我就會曉去坐啊嘛。所以我真係暑假我家己行。first 是我係嗰陣坐去行嘅，然後我嗰陣就陣時成日讀車仔讀路啊。有時會即一邊點樣佢即坐去啊，有時我係叫我就。拍對厝，我叫我嗰陣教我媽都講，學我家己出去走。有陣時我伊人個驚啦，下面我下面冇物件，會曉看咩？會曉看即係都未碰見。哦，所以你嗰陣去讀車時，你家己出去數啊？係，但係我到處做咩？嚟嘅咧，我係啦，嚟嘅咧，回來都叫我借。你個特別你叫你嗰陣每你 parents 頭你 permission 去啦，你嗰陣叫講你家己出去時，可能掠去時。我嗰陣驚講話 something happen 嚇。because 一個咧，我嘛，對冇？所以伊就去 call 拍電話給我媽咯。你媽講 OK 啊？然後我講話，
first 我嘛講買下面，因為你時我直頭教佢買到講，如果我嚟緊去，我都 expect 你我借咗出嚟，我呢兩部嘢時我借咗出嚟，所以我嗰時我買得好，有時我覺得個幾啊，哇，冰我咯，爽 actually， 直接爽，直接借，自己 explore 呵。有嘢去 explore。你我有釣佢咋？係你 pickpocket 啊？但係唔使講。我個位嗰陣去 Portobello Market， 呢先是拜啦，是禮拜啦。即係英國啲人嘅仔地出名，有時間攞讓古列啊，你就釣啊，咁講。依是 flea market 嚟。So 有嘅是頭天物件嘅嚟嘅，有嘅是只啦，去 curate 嘅啊，有七歲嗰啲。到嗰邊嘅時啊，我去英國，我特我是電你咗，我特掉嘢掉 backpack 嘅咋，所以我拉薩掉人開我 backpack，我冰起啊，我爭了你見奶超咋，我買棒伊咋，了嘅時啊，伊見啊，講別棒我安尼就我買棒要嚟拍伊啦，要落橋，一個我掠到啊，一個見歸落咋，你係對面嘅人，就是看了咋，嚟伊應該是伊係嚟大賊嚟啦，係，如果是伊人用見奶咋，你係我後尾伊muốn走去，如果是伊你要踢掉你唔驚 ？wrestle， 伊無驚到幫下，伊開我 back 呢，我撞到伊啊，伊只驚。我成日買棒伊啊，成日買伊啊。了嘅時候，我講我掠落去加馬達講咋。了嘅時候，伊真驚，了嘅時候後尾是伊muốn wrestle away 啦，你見走。了嘅時候，除咗馬達時加馬達講，伊人講actually 我人未做幫行，伊人再講我人冇未做幫行，因為是見奶數。哦，就這樣。所以伊人嗰啲是用見奶。字嘢牌，伊人講是 gypsy 咯啫 ，gypsy，伊人有只 bad reputation 嚟，因為伊人佢只係 pickpocket 人，所以可能係冇嚟見那個講，伊唔敢做。還是伊見那幾歲啦？啥？7-8歲呢？哦，你攞個15歲啊？我15歲啊，趕過伊。所以只驚，因為我看伊目睭，佢我買棒伊嘛。normally 無人掠到伊人嘅，佢人只快，細隻嘛，以前才掃人。哦，如果快手個掠就個髒掉。對，maybe 頭一擺互人掠到啊，喺驚，我一叫我一頭無管啊，一頭歸路無看車，喲，看伊人，哎喲。最好是嚇死伊唔敢做啊，係咪？唔知啊，冇嘢到物件，是講，安尼物件是無好啊，用見仔嚟偷睇物件，可以有。這個 clubhouse 係叫咩名？紅海里啊，伊是啊，嗰叫咩啊？千幾老隻啊，千幾老隻對，千幾老隻。佢嚟講你幫曬到啲安身，幫照到啲安身，唔是幫曬幫照，唔是冇清曬到啲安身嘅，就日本嘅。佢嚟講，你有冇聽過？當出頭一擺外國無上國家啦，但係咪聽到保任啲講英國嘅事？我愛講38年嘅，嚟，我愛聽，得累。我有38年嘅愛講，係講聽。我頭早咪是講去瑞士人嚟㗎冇，所以頭首期咧是company trip 嚟嘅本時，所以可伊安排我人去一個山頂安尼款嘅位，食迄個只舊嘅店嚟啦，特別坐火車我愛。行一個山路，蝦米貴嘅喎，行到半時佫落雪哦。行到去山頂嘅時愛燒去咯，我人。咧伊就真搖了，伊就倒頂吼，伊砍掉迄個，唔知砍掉闊啦，佢砍掉，我人講唔知蝦物件吼，咱嘛去開迄個磅來頭看咯，逐個倒頂。我看到是，即個上個 steamboat 啊，可能行嘅喎。可是你是伊 steamboat 一半嘅菜係白啊咩哦？有菜有白有菜有白有雞嘅。然後小妹一背景一定面個放飯雕喎，然後我唔捌看過飯雕喎，伊做啥久？飯雕是 cheese 嘛？伊飯雕是 cheese 就，所以我人看到
安怎食咧？即个刺身件，伊火个无大，细细火尔哦。然后我入来煮迄个鸡肉咩？未食，哈，来煮这个鸡肉，然後收尾以後我袂等咧吼，我嘅朋友講無插啦，我唔食了，你直頭放雞肉落去咧旁邊。咱乜哪知無解釋個，咱聽咱乜哪會曉？啊，แล้ว迄人我人吼，行來吼，看到伊一時都會 stop 我人嗰種，然後 after 吼，一搖頭走去，咪插我人走。伊講這班人吼。一搖頭咧，一走去，我講係咪數喎？是唔是袂使食剩嗰上面？然後人講，安尼可以你食，安尼食，安怎煮，安怎會食哦？然後硬煮哦，然後收尾甲再過來吼，即個了有一間甲有老經驗的啦，個安哥行來，喂，唔是肯食誒，即個是點個落地誒？有影咱咪哪會知吼？伊無講，你是對團的，無講解釋個攏聽咩？啊，你時間咪你先無放丟至到好物件嘛？嚇，迄你講無解釋。安怎伊拖落去人無解釋嘅咩？啊，無解釋本，因為上濟人迄時往是一幾若頂把少咗。哦。可能保險嘅公司是真有大嘅嘛？你伊唔知做咩來了，所以甲就講。阿妹依家是學 hot pot，意思講伊都食咗防丟繩 as starter，แล้ว我馬上就攞啲隨時咱有 steamboat 誒，笑咩？你係小丟㗎冇？馬上小丟啲即個依家外國嗬，學到食 steamboat，對，上班阿妹嗬，依家食 steamboat 出來喎，伊是放便迄個 steamboat 嘅料，伊冚料，你伊放丟放啲頂邊，你一放丟加落地，安尼講愛往 starter 時食，特別伊袂叫往食，你我等個食腰我袂等了，幫白冇個人講啦，我寫水啊，我而家有影寫水。我。咱是寫水啦，大家白。但係有影都唔知啦，講到安怎？當今嘛，當今無想當今世界都 YouTube 啊，咪只是嘅看到這 information before 你去搞啊，你應該是知講人做係咩啊？頂頭我是都安怎去找呢 information 都冇嘅。是咯，冇，點解冊本愛買冊本行課是唔是？啊，對，你就要買 travel guide 係咪？個會甲你講，啊 ，travel guide 你佢哋時間可能來買嗰個 planet。係咪 planet 咪貴哦 ？Lonely planet 啊 ，Lonely planet 呢啊嚇，都冇字冊本啊，可能 Lonely planet 有了，本冇字冊啊，有冊咩冇冇字 choice 啊。但我想我寫水有啲時間寫水。嘅，但係人學女係食了嘅 ，normally。冇食啊，所以而家再講係冇食嘅啦，特別啊，唔要緊哦，呢邊夾白餐有幾次愛啊。冇人嘅了是伊副嘅了，肯定尋你得嘅呀，伊個了冇夾出來啊，關閉了。咪嚟制好先。誒啊，我本來阿三垃圾看咯，阿三垃圾你頭一擺出國時，你是嚟 Canada 讀冊啊是？啊，是咯，嚟讀冊。แล้ว你嚟教時，你安怎世界咪是安怎無上去？你安怎你頭一擺嚟國？我想講我啲飛機 I see 啊是 ，because 我 allergic to 小飛機嘛，所以規個飛機啊，古早是會使小飛機嘛，我袂穿開咯。แล้ว我隔離 stewardess 講我袂穿開，แล้ว伊夾迄個 paper towel 下水，伊叫我下水我邊啊。Oh my god！แล้วเก่ากับบอมเบย์อีหลังไปทิ้งอยู่ว่าคุยกี่กับว่าเจ British Airways แล้วที่บอมเบย์ทิ้งอยู่ไอ้สิแล้วว่าแขกตัวเขาเลยหมุนเป็นชวนคุย and then ทิ้งอยู่เขียวแล้ววางตัวขี่ Heathrow แล้วว่าสิ่งนี้ว่าไม่ขี่ไปขี่ว่า想講被死了แต่เป็นว่าเบี้ยพัดเดียวว่าต้องถูก because กันแล้วมีการกุจ้าแต่ละ1980มีการแล้วเสียใจดูบูเสียงมาแล้ว我食過無學我 British pound 咗 ，because 伊想講我是換飛機嘛，所以學我 US 嘅鐳，肯定係我 British pounds。แล้ว我未曉，แล้ว冇辦法咯，個再去飛機，個再打咁，แล้ว搞個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時，我教位置講我被死啊。你特別你是自己講 travel， 是自己 travel。冇，我諗是一班讀冊嘅人，係啦。แล้ว學生。像啲 Toronto private school 嚟啊，伊人有幾間嘛？嗰時是幾歲你來是？15歲咯。15歲，哦，哇 ，OK。
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มาสิขี่แล้วเจียน来แล้วเก่าแล้วสิอีตัวแห่จะเลยไปมาแล้วลูกมาสิขี่ลุยขวาลุยอดตั้งเสียต่อจะเลยลูกมาขี่ต่อจะเลยลูกแล้วมาสิอันนั้นว่าลูกชัวลูกขี่โฮเทลอันนี้เนี่ยลูกแล้วลูกเบลิงซามีลูกหลายสิกุยกุยว่าหลายสิจูนโอเคซัมเมอร์โอเคจูน4โอ้ว้าวจูน4แล้วลูกอดตั้งหลังตันเดี๋ยวรู้ละแกไซน์ให้มีguidance counselor ตัวเป็นตันเดี๋ยวแล้วชัวว่าหลังขี่รามาดาอินโอ้ร่าขี่รามาดาอินว่ากุยกี่and then ว่าจี嚟看ว่าโอ้เลยจี已經到啲 Canada 嚇อีทัก U of T อีตัว University of Toronto แล้วว่าไก่講อี每講去食物件我講我食台我買แล้วอีกเบ้อี講อีกเบ้物件我食啦我心裡想 maybe 食差半啦係咪貴啦อีเบ้ Mr. Submarine 好啊哦係個 sandwich Subway sandwich 哦是12 inch 我貴幾個foot long 我睇看到迄個物件我吞袂落你甲我講伊講你來 Canada 呀你特別學食你知道你幾歲我知道我4歲幾 almost 5歲OK แล้วว่าจิต頭 depressed ว่า心裡想哎呦我你叫我特日食 sandwich 我乜嘢伊講是安尼款咧你來這邊啊你是特別食 sandwich 嘅แล้วว่าแล้วอีกก็ว่าก็โอเคลูกเกียร์เอาแมปเองมาอีโอเคเขาลูกจะเลยแมป所以มาสิเกียร์ลอกเกียร์ที่Chinatown ว่าก็อีกก็สเปดายนะว่าเกียร์ที่สเปดายนะแล้วว่าที่เบ้ให้เลยกุ้งใจหมี่ให้เลยแพ็คให้เลยแมกกี้หมี่มันถอดเปล่าอ่ะ香港嚟啦กูจักแล้วสิ香港嘛ว่ามาสิเบ้จังจีเปล่าแล้วแต่จิจักทั้งนี้你發講go hot sandwichแล้ว香港亂講咯ว่า別關事咯阿妹你開啊揾食啊哎呦แล้วรู้ใจ啦รู้ใจ來是1980個 wallpaper 個這邊嘅出㗎แล้ว個 wallpaper 個當食㗎啦哦你頭殼啊顯顯啊我一樣顯 because 啊關是白啊嘛白攰㗎啦白แล้ว當個出來個藤牙開啊นะแล้วแต่你ปังเก่ง㗎แล้วก็冇想你 wallpaper 哎呦你 wallpaper 哎呦這樣講啊我嗰陣你全部時呢冇 wallpaper 呢嘅佢哋個仔就 busy 啊就 busy 就學習啊呢係只是嘅แล้ว個夾得過咧我去學等過冇你係 landlady 誒wallpaper 是係咪แล้ว過講嘅是怪是臭嘅是 likeกะ係咪㗎แล้ว我諗過講啊แล้วอี食嚇我諗過被接少嚟食嘛 because 喺 Malaysia 係食㗎啦是 pastel 嚟嘛淺啊冇得淡食嘅แล้ว嚟這邊嘅時有陣時你嘅水房間嘅時伊個是你1970係 decor 啊你 avocado 係食啊 yellow 啊你想呀真顯阿妹我就極閃咯 because 我是感覺阿妹真 oppressiveจะ depressing นะครับ感覺就是哎呦จะอุจูนะแล้วว่าจิต頭佢俾你一趴灰是 fluorescent 嚟你睇佢 dash lamp 對但一些條嘅嚇嘢咧一條我去買我過去我去 honest ads 我去買一條白色嘅我甲我姊講我要買30趴 because 我未得閒伊個我講未使更 short 你電佢你啲關咯即係你個水厝大啦你我水房間แล้วลูกหลายเก่าเนี่ยสิรู้มั้ยสิว่ามันจะเก่าตัวช็อก咯是จะเก่าตัวช็อก and then กูสิ行路仔啦像講亂講都冇 internet 冇行 and 我跟伊講就我看到迄個人啊 China 當時唐人啦袂曉講唐人話喎跟你曉講阿莫話 because 伊人是這邊大漢的嘛所以伊人袂曉講唐人話了伊媽伊人啊該講廣府話伊人會曉聽但係伊人袂曉講比較硬表演所以想安巴斯卡灣的話呢我係 landlady 是香港的老人來嘛伊甲伊順講廣府話伊順答伊阿莫話แล้ว我比較我 landlady 講我不要講廣府話แล้ว我甲伊順講話伊 translate 給伊 grandmother 聽哇我就是會講咯 language 安怎嚇是แล้ว我學廣府話咯 because 伊人就不要聽阿莫話我不要講廣府話所以真坎坷咯就壓雜啊
你最完全是無人甲你講福建話咯。無啦，喂，知個我講福建話了，喂，知個甲我講袂使講福建話了。Because 伊講真正 rude，若是你講話人袂曉聽，it's a very rude。 Because you assimilate to assimilate。了，咱到 Malaysia， 咱關係咱牽手嘅嘛，我嘅路啦，係咪咱為之牽手？了為之講唔係互我牽伊手，伊驚講我人講伊是 lesbian。你貴嘅路我講唔敢過，你知哦，看到你聽嘅了。了，你講我牽伊手，伊講我牽伊手。了我講唔會啊，做你使牽 David 嘅手 ，David 係 boyfriend 嘛。伊講。伊甲我講袂使牽手，特別伊無甲我講。係咪數 ？lesbian 嚇。了我唔知講 same sex，安款你咪講。我完全唔捌聽過 gay， 唔捌聽過 lesbian 嘛。你甲我講，我你咪講是，我心之上，我唔知你甲我講係咪？你未講標，你未想未通。對，所以真坎坷咯。我感覺 like 我係世界啊 ，suddenly 啊，哇，變完全變個了啊！我特別，我心裡想咯，我安怎 adjust 咯？了是，我只點點叫我做呢，了我感覺一教我物件個了啊，袂啱我咯，就係。哦。所以我講講，你免教我，人是無相嘛，所以我特別家己 adjust。你學你家己。你 just 免叫我做。because 伊直直甲我講袂使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安尼，我真坎坷。我甲講，別怪你是 black sheep 啦，你。你免教我啦，你互我家己去做物件袂使啊。所以我嘛是家己慢慢學。哦。我去看人啦，我就是。你家己會 figure out 你家己嘅話啦，因為 try to advise 你，特別是 clash 甲你家己嘅。because 甲了人嘅 personality 無相嘛。對。你叫人。I approach 人to be 安怎，我做袂到。安怎嚇？所以假如 give me one， 好我即譬如講你要做一項物件，假如你想袂到啥，講我個一 example 啊嚇。For example，伊規隻愛叫我學些阿毛安尼款。like 阿毛做 assimilate 啦。人特別assimilate，特別我是感覺我唔是阿毛。So I have to 我特別喺我皮裏邊啊，正實是。I have to be in my own skin。我唔是阿毛嘛，所以 like 你叫我想出去嘅時啊，阿毛做下面，我特別做下面啊， so I won't stick out like a sore thumb， 我做袂到。哦，你係 against 個嘅 nature 就對你做袂到。哦。所以我了，伊講，若是講你無做上加一邊嘅人嘅款，人看你啊，想你是妖怪嘛。了 OK， 我嘛是去找咧人，唔是安尼款。看人是妖怪，人會看你，哦，你真奇怪。แล้ว人問你做咩事安尼？แล้ว我嘛甲人講 ，because 我都唔做清大漢。我唔是這邊，我屬甲食這個，我無屬甲食迄個。所以嘛是慢慢安款。then 我再講 ，OK， 伊嘅朋友是伊嘅朋友嘅款，我找我家己朋友嘅款。then 我看了我嘛甲伊講，唔是甲了阿毛是安尼款嘅人，真一項款無相款嘅阿毛。你講你只隻姊妹嘛？你四你啊？你幾隻姊妹？我有四個仔某。四個仔某，แล้ว你第二啊？我第三。第三 OK。แล้ว你嗰隻你幾隻就喺 Canada？ 你其實一個隻在 Canada 咧？我有一個隻在 Canada。哦，大隻嘅是第二嘅。第二嘅呀。所以我了外資朋友甲了甲外資甲外款無相 ，because 外資啊，伊是 English literature 嘛，伊是 you know Shakespeare 係咪甲了？所以伊嘅朋友甲了啊，是安尼款嘅朋友嘛。你 poetry 啊，你 group 啊，所以你話實冇咩參啊。對，所以伊 introduce 我伊嘅 friend 甲了，我就袂 like 袂溝通，所以我嘅 friend 甲了嘛是成個我奇奇怪怪咯。成個變咗福建。哦，哇！你做古你會成日講，你成日講話袂對嘅可能成日搞做 short 是，無啊，你唔係成日袂對啊。Because to me 啊，我是 actually 你真正買到馬來西亞好啫。無我 because 我到馬來西亞，我還哪袂用。
哦，我一落來我係還那未用 ，so that's why 我特別出國。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จะ來這邊啦時候，我จะ叫我知咪我解講你咪關我對嘅，你咪關我就叫我啦。呢隻咪關我咧，我幫聲啦，我就只爽啦，我就哦，我明白呀，一邊就被 advise 你，一邊就 restrict 你自己嘅 growth 去，一邊就被自己被大漢起來，是啦，是這邊你教我這我就冇啱教啊，所以一直下幫聲都 OK 啊，你自己 figure out。話特別食安尼嘅，那時我去一個 restaurant，我 order 係咪我 order 係咪物件嘛？我總係特別 order like what is appropriate。哦，你特別講哈，特別 proper，你特別做之類，特別做係。喂，只講 proper，你講 proper。So OK，for example，你去一個 restaurant 啦，一個講唔使用手，我梗係使用 fork and knife 啦。你會心啲想，把有類物件，你是白，你食 pizza 你白，你食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你白。So 一個講你唔使 order。你若是講白要食 pizza with fork and knife, you should not order pizza in a restaurant. 你梗係使去廚食。哦，因為一隻冇像㗎，你 personality 冇像完全。有，แล้ว我有時我愛做咩我就做咩，你插我呢隻。แล้ว我過幾個，我介紹咩？我去 KFC， 我過幾個去 KFC Eaton Centre 係講阿摩嘅位。So 我諗食 KFC 咯，一個我講我梗係使用頭強嘅車馬啦，แล้ว你知好你食用咧 plastic 嘅，我看到別個阿摩用手嘛，我話用手啊做一個起行，我講嗱，你看別個阿摩嘛是安尼款，一個我做咩咯？一個講安尼款 from then on， 你別使喺嗰邊食 KFC 啊！你食過我咪教你去啊！哇！tapi 所以你冇 miss 馬來西亞啦，你是揾咗佢 figure out 你就 OK 啦。我就真爽啊！我真爽 ，and sampai sama 時，我啲教我知個教我人講，伊無類好我人攞人白白對 Malaysia holiday 嘛，比較什麼嘛，伊講伊個係使學一個人對嘅啦，你冇我知嘛對哦，我冇對我本真爽。料特特節料，其實乜歌啊？其實乜歌？喂，知無掂啊？我酷加爽個，特特節料，這10字點，自己對嚟本唔要緊，迄時我本10歲啦，無插，喂，知唔知啊？我幫聲。超別啊，超別咧！冇收科你嘛？你食我係咗，喂，知食我係拍電話係咗。即係你記得咯，按照我啲做10點啊，我冇夠做，我冇插啦。แล้วอีกต่อ我爹聽講，我真夠料。你就要做大子，就要做自己，就要管你啦，要教你睇啦，discipline 你咧。แล้วอีก要叫我去一個阿摩嘅 private school， 好彩我冇去。哦。because 伊講我學堂上濟迄種。當然，伊人個咧不要講阿莫話，我袂進步。I see。而家你指這隻國我捌到一邊人尤其是伊 first generation 啊，所以成一輩朋友嘅 parents 啊，伊人成日買互伊嘅囝接觸到別個foreigner 別個外國人還是 immigrant because 伊感覺就講你特別對，你要到這邊大，所以你特別對咯，佢特別 assimilate 佢啦做上加你，sampai to the point of where 伊成日你 lose 自己 identity 去淡薄就，你 assimilate to the point of 你冇你 heritage 佢啦 detach 去，然後有一個咧少年嘅人當經過成日被對 reconnect 對佢樣嘅 roots 啊。Because 我知是他阿莫車嘛。伊表我只是表當人話嘅，當叫我知學嘅我本冇咩曉講咯就。叮當到廚師講啦。嚇，因為個伊 boyfriend 個咧就講阿莫話 ，because 伊個咧啲學堂畢業嘅嘛。So แล้ว伊朋友個咧是 like English， แล้ว即邊講即無上國家嘅人嘛。即係有 Romanian 啦，有 German 啦，有哈咪個咧嘅嘛。So 我就是suka 去捌無相嘅人咯。แล้ว是就是我就是安尼款，但係我真 suka 看人嘛 ，because 我一來是我學嘅物件，咁我特別 observe 看人安怎做。
แล้วน่ะสิ講袂曉時嘛去問人咯，係咪是安尼？所以我就是講問人物件 ，because 冇咯別 ，because 古早冇 internet 誒，冇通看 YouTube， 冇物件誒，所以你去買物件，你本就要問人啊。แล้วลูกเบเลายบินซาเตขอว่าก็อีกก็เบลายบินซาทรเบิลไซส์because เราในเซจิอะมาโยเราในเซจิอะ so แล้วลูกเบซาทรเบิลไซส์ because ว่าหลายสิอะว่าบาลูกกับเปจับคุยปอง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กูจ่ายสิโบปฏิไซส์จ้ะแล้วกูเซ你就ไปคิดจับ你ไปคิดกินน้า section เบลbecause ลูกเล็งมาแล้วถึงนั้นทีเชิดกันแล้วอุจจาระอังกงอ่ะลูกเบว่าตัวเบกินนะว่าตรงกี้อุทันซีพงเบกินนะถ้าปังกี้ก็โบแท็กซ์แล้วลูกเจียเลยลูกเจียแล้วจ้ะ你到底这个 Canada แล้วลูกเจียมีแก่แต่พี่ Canada 有เจียจีต能เจีย嘛แต่พี่ลังโบลุยมา because ลูกเจียก็เป็นจ้างกุยso มาสิตัดจิตเจียว่าตัวสิว่าตัวเจียฮะเดี๋ยว公仔麵แล้วเบปูวัน啦แล้วแห่บะ啦แห่ชายแห่เกยทุยแห่เกยสิแล้วว่าlandlord กะว่าจูแต่เป็นว่าปุ่นตัวว่าไม่อกอีสิถึงนังไรว่าคุยกี่ก็ว่าlandlord เสร็จถึงนังไรอีจะหำซับว่าจะเกียร์อีจะที่ลังก้องสุกะว่าจะเกียร์ที่ลังก้องอีสุกะว่าจะเกียร์แล้วว่าจีlike ว่าตัวอีช่วยอุ้ยละจะเลย semester เนี่ยว่าควายอีกครั้งว่าจะเกียร์แล้วว่าอย่าว่าคิดช่วยไปเลยปังเก่งว่าควายว่าจะเกียร์agree but ตรงกิมว่าก็ตัวหันแล้ว I knew that he was coming on to me อ่ะแต่พี่ว่าไม่ใจมาว่า feel the creepy นะ yeah we felt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e felt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because although what sexually I was very immature ล่ะbut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ลุย sense yeah sense this is improper yeah อันนี้เนาะว่า即係毛菇個地啊毛菇困起未 clubhouse 喂講嚟你會使我見講你困起OK 嚟你講差別分喂講應該 before 我有 passport 我就是做 border pass 入仔嘅嘛所以我頭一擺正做 passport 就會去出國咧實在我是去去到咯是去越南越南所以咧我安怎會去越南咧 actually 是做工是 work trip 嚟嘅所以唔是去食飯嘅特別咧我這 work trip 咧是本身真正 interesting 嘅因為做咩咧因為這都是我頭一份工嘅事所以我頭一份工我是做咩咧我嘅公司咧我是做 clerical job 啊啦然後呢個公司咧 actually 是 foreign worker 嘅 agency 嚟嘅所以我出國咧就是我頭家愛帶 employer 去伊邊見工人所以伊就叫埋我去咯特別咧講真啊嚇講人去見工人咧伊個物件咧人是做半日一個早起嚟啦講正咧這出咧是 more of 去 entertain client 嚟啦我感覺因為咧 most of the trip majority of the trip 咧都是去食去sightseeing熟我了特別你講你 entertain client 是你 client 是在啲越南嘅 client 還是在啲 Malaysia 出去嘅冇 Malaysia 嘅 client Malaysia 出去嘅因為是 Malaysia 嘅 employer 我請 foreign worker 嘛所以我請 Vietnamese foreign worker 做工喺呢邊嘛特別咧我感覺人哋 look forward 我感覺這個 client 啊就是這 employer 哋 look forward 嘅session 咧 actually 咧就是阿妹去卡拉 OK 媽媽想帶查某入來然後學人數零都好我23歲我就已經看來講uncle entertainment 去卡拉 OK媽媽想帶查某入來經查某人哋邊超過數零攬來攬去數零我一人坐地邊一邊食有影是真食啲頂數零嘅，因為我哋坐地邊食物件，
你家己安怎？你 OK 啊？你無rasa講成 uncomfortable 咩？你家己無插啊？你家己做你家己無插做嘅咩？工啊？我fascinating 嘛，我睇 live 啊，喺裏面啊，你就其實哇，反正我真正反正我唔是看電視機喎，反正我真正反正我，你話有嘅就冇有時，有啥物？有查某啥物？看樣皮膚，真水。誒就冇嗰啲真水嘅真。皮膚骨骨白白骨骨粉粉話樣有嘅話自然攬落嚟啊，數來數 left 了數 right 咁樣，多超啊！哦，哇！所以真 interesting 咯。上個除了去阿美卡拉 OK 之時，我都有去食物件，去 sightseeing 食物件本食好嘅，因為 entertain 嘛，entertain client 嘛，了一個 portion 是我係。頭家，我嘅 agency 伊愛 entertain 伊嘅 client 就是 the Malaysian employer， 了個一個 part 咧，就是the Vietnamese 嘅 counterpart， 就是 Vietnamese 嘅一邊公司 provide 一個foreign worker 嘅，伊又愛 entertain 我人，所以伊也佢哋請我食好料嘅，咁樣。佢食咁樣是食好料嘅，了個有去 sightseeing 嘅，就有去下龍bay啊。地轉出去啊！哇！你冇事，安怎小你個攤去？你後邊就要做咩工？你是講要請工人時，請工人時你就要做 paperwork 咁款啊？係。你講你做 clerical。講真，我去邊嗬，免做真濟物件，都是一個早起。但是請工人嘅時，我驚一個工人嘅樣嘅擺有點打呢，我驚條慘呢。所以講真嗬，老實講，我唔知做咩，我頭家會叫我參樣嘅去對嘅。老實講，你 expose 書好你 expose 塊嘢。有呀，前年見到十八，你到底馬來西亞是做工咧？馬來西亞是做工就較濟啊。我是。係啦，啲 office 做一種 clerical paperwork，咁樣咯，做一個sort 一個樣嘅工人嘅 paperwork 啊，一套去馬來西亞一個政府嘅 permit 係咪咁樣做一種 paperwork 咁樣咯？未怪啦，未怪，所以你是成個我們成個以 HR 或 employment 嘅 department，所以你特別去嗰邊，未必會頭你再講會請到人啥物啊，對嚟你較用做事啊，很。再講你就被請去做嘅咩？去看一邊 counterpart， 一邊教我去教到一邊 counterpart， 一個 Vietnamese counterpart， 樣 arrange 要去看，樣安排伊個工人來了後，一個 employer 經嘅款咯。你去越南嘅時，你去教嘅時，你有感覺係咪嘅無相，還是差唔多相？我可能是嘅咯，可能差唔多相嘅人，馬來西亞邊嚟嘅，唔講清楚就。traffic 咯，頭先條菜見到就是伊個 traffic 咯，因為我去。後頭去是去hà Nội嘛，了伊個 traffic 真正亂咧嘛，越南hà Nội 個 traffic 真正亂咧嘛，了看來看去看未停咯。伊開車上邊嘅人嘛，我唔知，我看到伊 traffic 我就 traumatise 了啊。哦，真亂真雜。一架來車嗬，come from 咖喱 direction 都係來，你看，而家老是看條件，你話樣，特別嗬，樣就是樣真正 organize 樣 chaos， even though 成個 all direction 來，你看未停，特別無人弄最嘅，伊車就是成個一番數來數去，一番就是一番，邊有講啊？樣未弄得，因為樣行嘅 speed 真正慢。特別樣就是 come from all direction。哇！規架路就是咁。食咧，你好食啊人，你去越南嘅時食係係咩物件冇想？食粉咯，粉。食伊粉真好食，了解因為 Vietnamese drip coffee 咯。But then also 個一個物件，我 traumatise 就是我看到樣在條件，對一個人是 for 什麼都擺呀 ？for food 嘅，樣因為越南樣有食狗食貓嘅嘛。Vietnamese 有食狗食貓。都係樣行路邊有地，你就所以你會看到成樣滑一定摩托，啊尾有一個人，隔到那邊是狗。哎呦！樣嘢嚟。你嚇我本是 traumatise。好啦，啊嚇掉啫。
你去成個講，把你個係咪把你國出國時係咪無相嘅經驗，成個真正無相加你到底馬來西亞 experience 係咪講？巴黎啊，巴黎我都actually 無講真正。無講有蝦米真正significant，因為當今真正濟嗬，咱袂出國，咱都看真濟 travel 嘅 TV program 蝦米啊，所以咱都阿個來蝦米我，咱都袂講去到個真正 culture shock 啊，反正係嘛，我啦，因為我愛去我 travel 嘅pattern 就是我 before travel 我特別愛做功課嘅，我特別愛 research 搞，所以我都已經我已經expect 真濟物件咧，所以去到時我袂講真正，我覺得 shock 甲安怎啦，so far。except 這個越南嘅 trip 咯，as in 因為迄時我個食少年嘛，23、24歲了嘛，迄時我較看遐物件。超語文，我未聽怎麼即係 Clubhouse 裏面是有 chat room 有講，有人講特別，若是巴刀是人未起來講，人出國啊是去到即個外國，等我未講一個，我感覺到我去感覺到真無相啦，我本身啊出國，因為我去閃地去新加坡，老實講，伊有物件無相，特別人個了差唔多相，就個了佢看到個人成。看成個相片嘅咧，所以我都無拉沙，有蝦米無相。我看變做去到日本嘅時，我都有感覺到真無相。我頭一擺去日本是1992年年尾，93年年頭。然後我感覺到去到是伊個人無相啥物啊？伊個物件敢若成個真正 organize 咯，成個。伊個排隊啊，去火車咩啊，甲了真正 organize 即領禮就對啦，物件甲了，我去Tokyo啦。你去是Tokyo嘛？敢無？我去Tokyo，所以物件大家都無相哦。物件即領禮了 ，system 甲了 ，even though 伊物件舊，我看到即真物件舊，特別嗬，伊個物件甲了即領禮。OK， 我講一個 example 就是我人到底我去是12月25號 ，Christmas 是我去日本，然後我就去 Disneyland， 去到 Disneyland 過咗時往到新正，樣是1月1號時啊，我嘛去。1月1號是樣嘅個 Palace 啊，伊開伊昂個日本昂開 Palace 嗰時，有人家咧去手啊，伊昂出來，唔知一點鐘一刀，那個咧手，然後咧嘛，所以我是要去Tokyo Tower 知哦，特別我未曉去，我係 cousin 那邊讀冊，一未曉去啊，亂叫，看，這人排隊，我咪排隊咯，排咗行入去 Palace。這裡是最 Asian 嘅 story ever。看到人排隊咩？對條排隊哦。對，我對得排隊之後行，人去大路下等陣時係咪位？哦 ，Palace 曬，然後我看到伊昂個了出來呢，講HQ。然後個 unique 本來 experience，然之後去到佢大，我係去到 Palace 個伊昂HQ，看到伊成日一出來 balcony 有玻璃拆掉啦。然後我們現在排隊行，但係個半路一人一支嘅咧，日本國旗啊，然後你行掉下，你個一，有一次阿咪家姐冇相咯。國旗我去過一個，我去過拄過到是台灣伊人選舉，伊人愛選舉了誒，了伊人嘛是有出來 parade 嘅，迄個愛選嘅人啊，樣愛選總統嘛，迄個了哇，真正好看嘅喎，樣嘅 parade。你頭一擺去係啥物？頭一擺去台灣嘅時啊？無，毋是迄個是頭一擺去，我那間是去，迄個時是去是拄着伊人過一禮拜選舉了誒。選舉點是啊？咧伊嘛才出來做宣傳，所以係咪安怎宣傳安尼款物件誒？對。有影嗬，因為羅里樣是，伊人個了是，你說 OK，跟住是一間呢 supporter，羅里阿妹下咧 supporter 咧嗬，就是支持伊個人，就是直直行啲咧路位，直直行咯。
樣就是行啲路位幾百，會使講是幾十萬人安尼款行嘅喎。哦，對到阿妹生生。啊，咁，安尼看你咯，你對到迄路哩哦，你行，了樣會去到迄個，安江，上加我人講嘅，上加達人無得講，可能啊，你會去浸迄個塗骹嘅樣。哦，安尼看你成講我迄個。唔是迄個人尖啦，是迄個選舉嘅人啦。被掉選嘅人。愛做 president 嘅總統啊，掉選嘅人啊，要去尖塗骹嘅喎，佢若肯白白尖嘅。了不要緊，佫有吼，樣有表演嘅哦，樣會落嚟啊，有迄種查某是穿迄種比基尼啊咩啊，了跳pole dance。我跳比基尼啊誒，跳pole dance。哎呀，哦對。啊。伊這是要招人出來看 entertain。哦，南西是唔是台灣？是唔是台灣？台灣咯，美國㗎，台灣咯。台灣咯啊！我講過台灣嘅做咗這項 entertainment 嘅，伊人係小拍咗，伊人嘅8年小拍嘛，對，紅灰官啊，伊人係小拍點 A 啊，咩少啲。奇怪，就我哋like 特別 20th century 係做戲嚟，小日手啊，打波，小拍。誒，你講起啊，垃圾做戲嚟。哦，做戲嚟，樣做戲嚟。唔是哦，樣做戲，冇樣做戲本嚟。哦，你做人看哦，我坐的士嘅時候，你的士噶了就了解這種嘢嘛，樣就講politics嘅嘛。你的士甲我講哦，真係這是做戲嘅。伊人正甲拍了吼，掂舊椅掂到頂，我有看到本。特別出來時啊，落緊是好朋友出去啉茶。哦，特別有咧 ，actually 比較嘛是比較真濟。有咧是真嘅。當今較少啦，當今樣成啊一無上八啲嘛是拍較亂，特別樣是 consider as 一隻都是個力嘅嘛，所以係出去是lunch咪做隻樣無上八啲咁嘅嘢。OK，對啊嚇，樣你講。是講得無 specify 啊。如果你public prosecutor 㗎，你 defenders，伊人會喺ตัว courtroom 上面，特別嗰陣時好朋友 ，but that is law。特別你是用手證嚟證曉，就變教演變到頂嘅。誒，我看咁啊，有一間死過啊，啲內邊變個拍死戲嘛，有一間。我記得咁啊，有發生過。南西你甲我講哦，你頭先你講嘅是你講你講你個唔是 ball dancer 咪特別是，我有一時候我到啲日本嘅時，我19歲嘅時我其實就8歲較嘅，不過19歲個，我等咗 SPM result 時，然後我就去到日本嘅時，一樣我嘅 cousin 就講，你看到人搬 tissue 嘅，你就俾佢夾，因為我燒 tissue 不用我明白嘛，所以講特別tissue 後尾咧。打波，伊講你打波，你甲我夾較濟，你樣只濟咧打波是後尾做咧咪 sex 誒推查波誒迄個廣告到啲後尾，伊講學打波較濟，所以就叫我計夾，所以我特別夾咗濟 plastic bag 上 shopping 咧，我就夾伊，我就下住佢 bag，我燒咗濟，你就唔知30-40包，我特別燒伊 tissue，伊個了是迄個。有咧就無清晒啊，查某啊，咪咧叫你拍電話，咪物件，是去到只 address 去看咪XXX 嘅 show 係咪你看咧咯？所以我專門去教我 cousin 燒嘅，因為我樣半打波較濟，所以叫我去教，所以我去燒就夾落啦，計夾2包，那燒過30幾包啊燒，真趣味嘅。安尼 OK 啊？我以後錄一個 business，聽錄去 Vegas 嘅，我夾阿冇包攞人。哈，對。而家借力夾。哈，對，你就因為Vegas 要做呢，一做一聲就一做一夾 flip 咧，我以後錄嚟夾。哈，對。我看住燒較濟。日本嘅哦，以後錄一個 tissue paper 後尾有迄個廣告。哦。所以你個攤用，冇你買夾，人買夾嘛夾呢？對，就是咯，我就是講我嚟了我點先 ，because 頭我想講是 maybe 一個夾了20% off 嘅 restaurant 啦，我就看個了是 cat houses 啦，對，個了對bordello 啦，你 brothel 你咪見個了，所以阿冇爸講唔要緊，伊講你看你人，伊唔是學個了人嘅，伊講 OK，伊荷蘭人就睇，伊無荷蘭人咪睇，แล้ว對面 hotel 是比賽看住夾個濟。
誒，冇情官鬧直起來啊！情官鬧直，你會教我講？哎呦，阿莊咯，嚇，你會教我講你去？我聽到你講緊日本，講緊你喪，佢起來啊！哈，來講話你誒。你就冇啦，我哋頭一擺去，冇你頭一擺去日本？我頭擺去日本，唔是，我頭擺去日本都是11個17個，你諗咪冷天咯。所以我頭一擺去嘅時，你就係我唔知馬來亞人唔捌偷更更啊，反正對，唔捌無穿衫去 public 嘅。我頭一擺嘅時，exactly，然後我朋友個坐我去哦，兩個人看了。對方嗬，看了偷更更，我梗係歹我本做過，這種有我本做過。onsen 嘅搞 tradition 無相嚇。誒，咱個拉薩，我媽朋友是講日本啊有禮無體，就是講人只有行禮，特別無穿衫面個別樣無插，所以有禮無體。係咪是體啊？身體嘅體咯。體什麼意思？身體咯，媒體啊，有理媒體，身體有理無體。你安怎？係你安怎你講嘛？嚇，你大隻安怎你偷鬼啊？偷鬼我看了我朋友，嗰就一時10幾年前啊，看了我朋友嘅時候，嘛，即係講你說話可能靠咗看了對方啊，可能攞咗大波，我看了 ，Oh my god！ 你條 shock 啊 ！So shy！ 你家頭咩頭嘅時，你就哎呦死人咗呢，歹勢！你又冇插。你日日攞地手咁看咯，吸掉。食了，你把水，你個冚了，你入水嘅時候，你個偷咯，就是。哦。因為袂使有毛巾呢，你即個好是，伊好你一個正洗掉嘅毛巾。洗掉然後你偷了。洗掉。我喺呢邊啊，無毛巾穿嘅。好你喺邊。對。特別嗱，冇隔了人冇情，隔了人冇情 OK 啦。但係講有嚟人情，有嚟人冇情就真係坎坷。對本，你就係嚟關係，因為你 shock 嘅嚟。你本地是，你係 shock 嘅，但你尷尬係 shy because 你家朋友去。對。一人去 OK。一人去你無插嘅，你唔捌去下人，你話怪啦。佢家朋友去。對，個無相，你識嘅人個無相。你成日識嘅人平時無看到人偷罐罐嘅嘛？然後你無識嘅人看到偷罐罐，你個無呢？你可能無看就耍嘛，看過就耍嘛。誒，你去？我朋友同我講嚇，一啲日本真久了嘛。然後我咪問伊咯 ，and then 我問伊講，伊是馬來亞人嚟講，你去到一邊嘅時啊，你坐你爸你小弟我去過，看家己爸看嘅，伊講有啊，冇啊，都係少普通啊，真普通啊，真普通哦。就是啊，對人。我其實我是人去嘅。我每隻情侶鬧直嘅嚇是。唔是關係甲外國嘅，是要在家出去嘅故事。呢個嚟。伊 bonus 家出去故事。家出去故事，你知咩哦？讓 remind 啫。你伊人愛聽，你去日本，你加國，你去日本，你阿未去日本嘅時。我唔知。你教我人講嘅嘛，你未記啊？加出去，你唔通過去，伊 topic 是加出去，然後應該是3年前嘅事啊，真好笑。嚟講我聽，我愛聽。3-4年前嘅事 ，because 我大買買飛機票是真last minute 嚟啫。then 我大買買可能12點，啱啱俾我5點就飛咗就，我想翻。then 有一單嘅事，我嘛仔過咗咯，班機我唔知去到咯。我想嚟啱啱轉去日本嘅。so 我嘛去啉酒，啉咗酒，即係講交我朋友，最時啉酒because my last day in the work 嘛，就一個我就冇做工啦，交一個我轉嘅。佢啉紅酒咯，參，加轉去時，blur 轉到
我係厝嘅時候講12點 ，OK， 我明仔冇做工哦，start 冇做工，買飛機票咯。買了去日本嘅飛機票，我hotel嘅物件都是 last minute book 嘅，book 了，然後我去12點 book 了，我走去困，媽就我困未醒。我偷了我嘅機吹出來嗬，然後我去到飛機場嘅時，你請講，我嘅機吹機冇掉，我 because 我個見了，我唔知我機吹機去到倒落去了咋。我講誒，做咩我係吹 something not right， 所以我講 OK。我對起咯，我講我去飛機場我 check in 嗰時候，全部入咗我飛機垃圾全部 check in 咗啦。我成日嗰9點鐘哦 ，OK， 我咪出去個對起 check 咯。我真係想我做啫。我對起一套，我對到我出來嗰時候 ，all the way 出來就搭支頭對起。我對我出死，我隨便掉。我講死啦，安怎好？我機隨機去到落去了。我成時我哋想了咯，成時我機隨機我拗嘅時候拗出來，拗啲一蚊咋？你安怎拗？你是唔是啉酒醉？就是啦，我啉酒醉，我拗我未記啊嘛，我未記啊。不了去啊，唔知安怎做。所以你直頭困到你未記你醉本了，嚇！我嗰陣你個想到，我隨未掉了。我想我如果去飛機場嘅時候，你感覺你吹，誒，做咩冇招我淡薄物件啊嘛？然後按照我講，是啊，隨未掉，我是我幫啲一位嘅嘛，但係我是定叫你機吹去到幫啲一位嘅地方嘅，你隨未掉就是冇咧。然後我咪想到咯，可能我去一晚嘅時，早起我去toilet嘅時候，我可能我拗就我拗出來，但我唔知係機吹去拗出來。所以我講 ，OK，the another chance 是我對到對飛機場 check in all the way 去toilet 除咗佢。咩？你到底 toilet 冇拗啊？到底飛機場 toilet 冇拗啊？有。你這 detail， 唔 miss out， 佢都冇講你哋拗，你是到潮門拗，你是怕病是真酒醉。because 一飛機場都有拗 ，because 我全部 blur 了嘛我。哦，所以你 still 是醉過呐，你個醉過還是？5點鐘呀咧，我有4-5點鐘上呀啦，我6點咪飛機啊。我4點起來就去到點就。你去你厝嘅就係袋咧有吹掉，吹冇掉。你我去到對飛機場嘅嚇，我到對飛機場，到對，because 我人即大地方飛機場冇大嘛。and then 我早去飛機嘅時都冇真濟人嘛，真少人呀。4點幾嘅時早起冇人嘅。我講 OK，last chance， 我去飛機場 check。我去飛機場 check 嘅時候，我同你講啊，我用手啊，飛機場落去一萬呢邊去吹。嗰陣飛機場落去一萬呢邊啊，因為你使往這呢邊啊，飛機場去下底看，去樓看有冇？哎呦，特別你目睭看未到咩？你點解我媽就一 call 你 because 伊有一個安尼看伊擺安尼落去，你見我接去南邊特別 ，Oh my God！ 我嘅 try 看埋嘛，看埋甩嘛。maybe 掉嘛，所以而家一手去幫去攬咯，幫去撈啊。那你去我出來除掉嚟講，你個細一個狼得對。我感覺我會啊。其實係 bleach 嘛，都寫係唔要緊嘅咩 ？Just disinfect 一樣嘛。我係使 disinfect 係嘛？係啊，問你機吹機啊嘛。你冇除掉？而家隨便掉我講，隨冇掉，我去到飛機，我講試下來背啊啦。我無機吹機，我都是會背嘅，但我是
好嘅就係我有 face mask 用全部做佢有機會嘅啦。所以我成日 face mask 咯，去到日本嘅時，哇夠辣啊咯！我除咗嚟 dentist 啊行 call 咯。但家我是經常啦嘛 ，because 你無可能你偷了你 mask 咧。你會食哦？我會食，我會食。你是頭前啦，唔是後尾啦。頭前。看起來是講我 end up 嗬。無呢好看，特別你薄物件你會食啦。Exactly。伊唔是講未食物件，我會食物件。So， but 嚇我用甲一個月嚇佇日本嚇做我機喙齒，一個月哦。我第一日吼去做啊，等一個月啊，對啊。但 UK 都會上來呢。哦，你咪是你去日本來久咩？我上擺去2個月啊嘛。哦，所以你簡單啊，你簡單嘅一個月了，少到來至千碼啥？出奇事。有啦，唔買潮呢咯，潮嘅大聲可能看到嘅，可能冇唔驚咯。你大家個當今你still唔知你出去走去倒落去？我未記咯，3、4年前嘅事，買去想咯，就好潮呢，一人每晚嘅時候講，對吼，我想就做兩塊物件。你當歸下，我唔敢半暝啉酒，我同你講。唔知你吞掉去哦，特別冇啦，你吞掉你應該放出來一個。你去 X-ray 看看你出去。乜係吞嘅玻璃？就是你了快哦。哇！我因為我食我諗每個你食久嘅，我都可能講到跟出去時，人講你有告訴講嘛，特別你個冇地，你冇來。冇來。這是 holiday 啊，就過幾個節咯。2、3 months 咯。去馬拉加係點先啊？是？一期4班嘅。哦，5個嘅事。OK， 感謝你嚟教我講隻 bonus 嘅跟住佢告訴，感謝。我都冇插笑啦，嗱每晚嘛講。佢感謝你教我講你去。Nothing to be ashamed，我是感覺。去日本嘅即係冇清啥，去溫泉嘅經驗，一個大家南西去每群咧南西嚇，南西嘅嚟。我會老掉啦，我叫399來接。399我咪講辛苦冇事，接我嚟講即個冇老直咪寫曬單，我講辛苦冇 body hair 是 next topic。OK， 咁南西咪使講，南西使聽就啦，聽到愛困嘅時就走袂緊。感謝大家。對，我聽。這禮拜講嘅一邊性啊嚇，我講 bonus story 個，接落嚟咧，我諗就是要講另外一個話題啊，確定對小打，確定是讓小嘢小打，禮拜再見，拜。OK，YouTube 嘅人咧，這邊多邊就這邊了冇頂住禮拜冇關到這邊正超唔是，我直接講到邊這邊到啲頂住禮拜冇關到這邊就是 subscribe 訂看訂聽，但係就正嘅對通知你話係條錄音是對通知你咧，一啲買 T-shirt 到這邊但係買 T-shirt，春季嚟條我對馬來西亞是類似現條我寄回來你學我對對啊 ，OK， 我去巴沙馬。